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專心聽主嘅話，全心仰望主。今日要讀嘅經文係詩篇91篇14節。神說：因為他專心愛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；因為他也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隻好兇暴嘅國王，為何要尋一隻理由殺死佢唔中意嘅宰相？佢就命令佢放進一盆水，從城外出，一直行到皇宮。只愛佢在路途當中跌下一滴水，就愛將宰相處死。為何轉移宰相嘅注意力？國王就安排佢好多靚妹，在路途當中一面唱歌一面跳舞，又灑啲金錢在體內，就想使到一隻宰相失敗。但係在生死艱條嘅當中，宰相嘅眼完全唔看其他嘅地方，全部精神好集中嘅，就在一趟行過大街老小巷，一心一意嘅想緊將一隻任務達成。最後國王嘅計謀也完全失敗去。我哋來默想，面對生死存亡嘅時候，必然會專心一意。你係咪可以有按樣堅定嘅態度來面對主呢？讓我哋學習每日仰望主，天降在佢嘅身上。我哋一齊來禱告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你係我哋唯一嘅希望，係我哋嘅依靠老磐石。除開你以外，我哋還能夠有哪下呢？有你掌管我哋嘅一生，就算遇到狂風暴雨、高山低谷，我哋都唔抗，因為你必定留我哋同在，帶領我哋平安嘅經過。我哋期望我哋嘅一生尊你為大，專心仰望你，忠心跟隨你，一直到見人面嘅時候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